班子证书，祝福宇威在未来的学习路上展翅高飞，平安健康快乐成长。学生梁元竹在本校修业期满，成绩及格准予毕业。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，给予国民小学毕业证书。台中市大甲区华文国民小学校长丁如一，中华民国115年6月11日。